北区区长潘宝书上任前是伫咧环保局担任品管科长，因此对着卫生环保等议题特别关注甲重视。北区公所率先配合环境部，伫今年7月推动的全国烟蒂不落地政策，希望透过公私协力来推动烟蒂不落地，活动结合台南市中、环保局、公园里、大兴里等众人的力量，共同维护环境清洁。中央环境部在今年7月。来宣誓要来进行全国减烟蒂的一个活动，减是减少的减。那其实烟蒂呢，在我们的日常的环境里面实在是太多了，特别是在超商啦，或者是说重要的一个人口聚集地，还有就是水沟。特别是水沟，其实大家看不到的真正的一些瘾君子，他们常常会把烟蒂丢到水沟。那今天结合我们的台南2中，还有我们的大兴里，以及我们的公园里，总共近100名来参与这一次的一个北区的一个减烟蒂活动。那最重要的呢，也是希望说透过减少烟蒂来净环境。那更重要的是减少水沟的一个堵塞。真的水沟里面其实隐藏着很多的一个烟蒂，那也来呼应我们全国减烟蒂的这样的一个作为啦。世事活动这天，台南市长林彦旭校长、环保局钟凌峰科长、大兴里长黄文忠、公园里长徐富美、台南市议员沈振东也拢到场响应支持。我们也希望说，除了鼓励大家不要吸烟之外呢，如果要吸烟，那也不要乱丢烟蒂来破坏我们地球的环境。那也再次的感谢我们北区公所的努力用心，那也齐心呼吁我们民众一起来减烟蒂，让地球更好。区长潘宝书也带领各地的环保志工，包括清洁队做伙捡烟头。台南市长学生也热情加入服务行列，希望会当为环境尽份心力。跟朋友一起来的，然后是他邀请我参加这种活动，然后他就觉得很有意义，然后就也是希望说可以代表2中，然后让2中附近的环境可以，就是让大家有个舒适的公园这样。维护减烟净环境的观念，深植在民众心内。北区公所也创意开办各类捡烟头的比赛，希望透过这个活动，彻底改变乱弹烟头的文化。唤起民众重视烟头污染环境问题，同时也希望更多民众参与检查烟、捡烟头的活动，共同守护环境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